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0日盐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昨有2个钓客去金门钓鱼，却撞到澎湖船仔部，又却绕开中国福建，加在中国海警救起来，再去打电话报平安。10日前3月10日发生日头火核温30多个民间团体，暗时登到立法院头前办暗会，呼吁新政府就要立法防止中国渗透。白沙屯马祖往北角政府目前驻家伫大甲镇南宫，进前中华新港轰动着的3车底下加速下来排点新站，希望马祖保庇囡仔紧醒过来。金门庄中岛有2个钓鱼的一个民众呢，坐船出海去钓鱼，却失去联络。也因为金门规个大棚海巡队伫暗时11点外出动，几多只船去找人，连划船人员也无找到人。说伫咧今仔早起呢，有接到这2个钓客敲电话登去报平安，是因为因唔知影方向，船驶到无油，才绕对中国福建遐去，互中国海警救起来。咱的海巡署表示，当咧含中国记者，看要安怎甲因接到回来。人员在船头荧幕室、望远镜进行搜索瞭望。暗时雾阁大增高，金门海巡队用强力的探照灯进行海面的搜查，并且发出警示声。因有2个金门钓客17中岛，坐波特船出海去钓鱼，却是伫北定岛海峡失去联络。岸巡人员一直找到天光，也未找到人。最近金马海峡才连续发生2件中国渔民落海意外，造成2人死亡、3人失踪。不过加在10八透早，家属接到钓客电话报平安，讲海上教务造成未航，油也用完啦，所以飘到中国福建围头一带，和中国海警救起来，人员平安。早上5点，从昨天晚上搜寻到现在，对不对？5点才电话才来。那现在有没有觉得说心情放松了？有，对。中国央视报道指出，厦门海上搜救中心这部门18要伫海上将2人转交予金门方面，不过一直到下晡5点，犹也未接回来。海巡署讲，将经由相关单位伫协调。目前是协调从海上中线接回。两岸最近使用几仔合作救援行动，不过中国海警船进前依然连续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美国国务院搁在呼吁中方自我控制，咱外交部表达感谢。对于美方明确表达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以及关切中方近来在金门禁限制水域的挑衅行径，并明确指出中方是试图片面改变现状的一方，外交部表示欢迎与感谢。陆军金防部4月要伫金门本岛烈屿这所在进行地面武器对海实弹射击，周边海空域期间进行警戒管制。外界关心是毋是甲最近金门厦门海峡事件有关系？军方回应，这是例行性训练射击，无针对性。记者综合报道。咱领土上界南边的太平岛码头整修工程已经完工，最近有码头启用仪式。不过，这海巡表示讲，因为这是国安的理由，袂当对外公开。特别路里面蔡总统敢会惊卡搞去到太平岛内宣示咱的主权。学者认为讲，目前两岸局势真敏感，袂当敢若想到这主权的宣示，应该爱对整体战略角度来做思量。总统任内会去太平岛吗？8日公开行程拢伫台北蔡总统，佮问到上任以前是毋是去太平岛？因为平面媒体报道，海巡杨日35为高雄港出发，再先恳请原地11步到太平岛，要参加18港桥新船甲码头整修工程完工启用仪式。传出中国空54 A 型的飞弹护卫舰、持久舰伫太平岛30海里水下的监视。啊，毋过经伊了解，杨日出海是执行迫害专案，例行顺服勤务。太平岛码头最近的启用，啊，毋过唔是18。采取持盈保泰的做法，也就是维持我们治权跟管理权的实际的执行，或许是一个可以考量的一个方案。学者认为，蔡总统近来是毋是去太平岛，应该大复杂、高敏感的南海局势之下所会的明只是主权宣示，应该为整体战略角度做考虑。台湾自制的永鹰号已经交机27架。那国建国造的海鲲军舰也已经完成下水典礼。杨接期鲁比甲空军主题反台团讲到这几年国防自主的成果，传出伊甲副总统罗清照进前到场参加训练舰交船典礼了后，比顺序，伫遮各组舰南海军府会中舰南各组召集人黄曙光甲台船代表提出，7只后续舰用3+2+2，也就是2+3+2等方式分配建筑。蔡总统交予罗清照决定，伊当场表达要做一摆做完，被解读是决定量产政策，台船表示乐观其成。
那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来做啦，应该是一烧接着一烧，然后中间的过程中都会有不断的去精进。如果政府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能够去延续，我想对国防还有对台船来讲都是好的。台船指出，一摆做7只后小艦，应该是指一擺变的7只有船，生产線上濟因同時建造3只，安尼用縮短後小艦的機程，提升造艦能量，會用留住人才。外界評估，每一只後小艦經費差不多200億，台船認為愛閣考慮通膨、材料成本浮動等相關預算編列，愛等國防部建議。記者綜合報道。这礼拜5就要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4月開始民生用電，一個月用超過1000度，若起價了後，一度電可能要到8塊。台電今仔日也表示，若是電價起1成，一度電會超過8塊。觀光旅館工會也講，這電價起，飯店也可能對你起3%，上近5月就開始起。國內民生用電的電錢真濟年攏無起，不過受到台電虧損的影響。今年可能嘛記載袂掉啊，連民生用電嘛要調整。有風聲講，民生用電1000度以上，恐驚會起價1度8塊。去年的最高級距的民生電價，在夏季電價的部分已經是7點多元。好，所以它只要有一定程度的調整，大概它就會，就算是調整10%以上，好，你乘1.1，它也是超過8元。所以我想說，現在的狀況大概是依照我們原來的既有的電價。台電代理董事長陳文生出席活動論壇，對電錢起的幅度並無正面回應。不過電錢看落是8面會起，有傳出4月份的電錢，民生用電若佇700度以下，估計會起5%，佔全體用戶的93%。700度至1000度，差不多起7%。若超過1000度，起的幅度可能會超過1成，1度會到8塊。因應國內要起電錢，國內觀光旅館工會講，恐驚會反映在房間的價格。壓力不小，合理的話，要反映成本應該是在3%左右。我相信平價旅館至少可能會調到200塊，那星級旅館很有可能因為用電量使用會比較大，那會不會要調整到500塊？我們也會做個考慮。總共4月份旅館業的電錢若起15%，觀光旅館工會初步估計，房間的價格起差不多3%。按照上近5月份會起，不過嘛有飯店的業者講，要是會看國營旅館甲飯店用電的情形，上近明年1月份才調整房間的價格來反映成本。這波起電錢敢會抵使其他的產業做伙起價，也要密切觀察。記者綜合報道。今日開始有鋒面通過，加上大陸冷氣團入南，北部、東北部天氣成寒冷。氣象署預估，這陣冷氣團上界明顯的時間點是拜3到拜4透早，在北部較寬闊的所在可能會出現10度的低溫。雖然這鋒面經過金門馬祖地區已經無大霧啊，不過這拜6禮拜因為大霧無法度坐無人機的旅客，到大約就喺機場排隊等要坐無人機。金門雙溪機場18過中到1萬有真濟旅客候補，就怕大霧影響航班大難，總算等到拜二無線期正常起工，航空站馬上協調國際航空業者加班收分。等了24小時了，24小時等一整天。昨天來了，超過了。我是從昨天就等，但是昨天飛機停飛，所以我們就去住那個民宿，早上一早又來。大台北18早起1萬有一頭，暗過已經涼冷的感受。為咗方便通過，率去大陸冷氣團入南，各地氣溫大大下降。拜二方面經過，水氣稍大，一天一天變冷。拜3到拜4是上低點。我們預估氣溫最低的時間點大概是在星期3的晚上到星期4的清晨。中部以北，宜蘭花蓮最低溫大概是11度到14度左右。南部跟台東的最低溫大概是15度到18度。拜4、24時開始，大陸冷氣團減少氣溫大大回，暗過各地透早1萬是明顯偏涼。環境部表示，拜這冷空氣會個大境外污染物，尤其中南部地風尾污染物較會立即。雲嘉南高屏空品農到今仔是頂級。拜2開始，彰化到雲嘉南沿海地區因為風速增強，可能引起地表熔點現象，空品甲能見度攏受影響。加上本地
污染相对的一直持续的累积，所以就是未来这一两个礼拜，恐怕就是空品是时好时坏，那坏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专家分析，虽然方面带来热气，和北部空品情况改善，不过春天天气变化真紧，受风平影响，常常扩散条件不好。这2礼拜来感受较寒，空气品质也无稳定，敏感族群出外都要较细致。记者综合报道。一个1岁囡仔去互养母虐待死亡，民众也批评这儿童福利联盟监督机制是有问题。儿童福利联盟今日就发出声明，强调董事会已经接受执行长白丽芳的入任申请。不过，煞有上百名员工是真不满，联署要求爱甲这白丽芳留落来，等到是董事长林志嘉就爱离开这事。我们声明稿会出去啦，不过事后的事情我们会处理，好不好？哈。董事长，那针对说，就是现在有很多声音，就是像说那个大家不要捐钱给儿盟啊，或者说您可能要负责这一块。好，我们会一起处理，谢谢。立民董事长林志嘉讲话做伙来处理。英国儿福联盟介绍共过囡仔的人，敢若加1岁囡仔虐待死，各界要求立民爱负责任。立民18发出声明，审理案发了后，立民对外说明拢偏离思维，正当性受到质疑。董事会已经接受执行长白丽芳的下任申请，会邀请白丽芳甲前执行长陈丽如加入检讨小组。英国白丽芳讲，敢若防事迹引发员工不满，因为这组织未保护员工，上百人联署要求甲白丽芳留落。就看到很多同事现在都已经有点不知为何而战，在我们眼中就是非常尽心尽力做很多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看到他一直很有担当的去负各种责任，然后面对各种的疑问，多前同事他们也是纷纷出来支持。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我们这台湾的儿童有很多问题，而蒙受工也要继续努力，把全部的台湾的儿童虐待把它减少。根据白丽芳前一天17发出来内部的批，讲到家己的媒体危机处理不好，董事会希望伊下下职务，也强调雄雄爱甲工作工作原因的所在放落来，也有真侪放袂落来的所在，但责任的意味是真高。因为长期关钱予立民的企业界人士是直接讲，林志嘉若无落台，就袂关钱予立民。推有这个第一线的这个社工，那本身它机构本身就产生了很大问题，因为这些爱心交给我们的受雇单位当中，你们有没有办法很用心的能够去照顾到我们的儿童？来自医界立民董事卢鸿基也坦白讲，这个案件立民一定有需要检讨的所在，也鼓励员工莫因为这个悲伤的事件就甲服务停落来，爱继续为囡仔打拼，甲政府斗阵找到社会安全网合理的解决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北市社会局又有2件虐待囡仔案件，拢是移工的囡仔，其中一个已经死亡，司法单位当咧验尸，另外一个是住院治疗。最近少年线有囡仔遭虐待，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今仔日安排卫福部进行社会安全网专案检讨报告。卫福部长史水元也头一届承认，这社会安全网确实有无够周知所在，公开甲民众回示的。有办法做过立法联盟董事的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担任调委，无利益回避。民进党要求换主席，大家说弯起来插起来。民进党不要护航，我们要执行。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一直吵，真无简单。卫福部长苏水元将会徛就辩论台，提出卫福部检讨的报告，交代改进方案，更加公开现实的。不过立委议员是无满意，表决通过退回卫福部的报告。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要代表卫生局一部为这样子的缺陷导致一条生命的事情，向家属和社会大众致歉。苏水元也点出，囡仔虐待案件2大关键的所在，包含新北社福中心处理时采用比照顾较优先，也有立民坚持为囡仔换顾的人。不过立委林国琴质询时更加讲，记录定情，这不是立民头一摆出状况。5年前新竹配配出用进前，也互顾的人不当照顾2个月就死亡。陈情人告诉我说，他的状况这样，他是弱势家庭，他根本无力对抗一个机构。全由托的这种情形的话，一定要有个别不同来源的这一个监督的角色的人进来，才能够 double check。重大的儿虐案件，也就是凯案呐，有没有在这里面？了解一下，我们初步可能应该没有在这里面。没有在这里面，没有在这里面的意思是没有被通报到吗？是，应该是。
开案案件也未结束，台北市社会局进前搁再通报2宗疑似虐待囡仔案件，2个囡仔拢是移港的囡仔，其中1个囡仔已经死亡，司法单位2日进行解剖来调查死因，即阵另外1个囡仔也伫咧住院。身上的一个淤伤，其实我们已经有医疗系统已经有先将这个淤伤做了所谓的一个拍照。那至于是否怎么样造成的部分，那我想还要等这个医疗单位来做一些研判。台北市社会局强调，这2件事件拢已经启动重大保护事件的流程，通报卫福部10天内底举行防治检讨的报告，并且把报告甲调查状况报予中央。也来监察院也发新闻稿，搁再讲到，呼吁行政院爱重视非本国籍的囡仔，俗称乌户的囡仔，伫台湾的托育照顾甲就医这问题，经由跨部会合作，建议对策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白沙屯妈祖饭店过后，就开始出发，要进行这9天8暝北港进香。今年要到18万名香灯卡做伙去进香。白沙屯妈呢，今仔日是自驾伫咧台中大甲镇南宫。不过有信徒发现讲，有人无甲物件食好了，就拼伫咧涂骹，实在是真讨债。另外，中华新港进前轰动到3只弟仔，也搁2个呢姊妹啊，也搁伫咧住院当中。因为家属要摆这点心担，希望讲这白沙屯妈来斗保庇，帮助囡仔渡过难关。白沙屯妈来啊，乱桥入来台中大甲市区，信众就等这个时阵准备软桥骹。随行的人规路跟随排做真长的人阵，有几落公里。苗栗白沙屯妈进香18开始展开9天8暝行程。70包哦，可颂面包，可颂面包，可颂面包，冬瓜茶、鹿山花茶，喝个下午茶。沿路原来有不少信众设补给站，提供随香的队伍点心饮料，让足忝，还佫有所在通休喘。不过头一天，就有信众看到，好亲像有人甲食袂完的物件，乌白等伫涂骹，感觉这种行为实在不应该。看得蛮心疼的，因为这是大家的爱心，你拿一拿不吃，你要吃多少？拿多少？你能吃多少，你尽量拿没关系，可是不要浪费食物。香卡他们在行，他们也需要补充自己的体力嘛，那他们可能会备起来，或者是分享给其他人。乱桥18暗地，大家过暝煞来会到彰化，进前车祸重伤新港县蛋的姐妹啊，家属真期待。目前姐是精神了后状况稳定，昏迷指数已经升悬到11，院方嘛开始第2阶段严格甲 VR 的治疗。你以为他昏迷了，其实他感受得到。判刑最重要就是你要把他最熟悉、最喜欢、最热爱的。好，音乐播放给他。大汉的目睭会你咯。对。啊，不过会细汉的啊无。妹妹目前昏迷指数也是3分，因为乱桥19度入来彰化，家属希望会当得到白沙屯妈祖的保庇，表示会设点心站，互信众做伙为这对姐妹啊加油鼓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北港朝天宫，北港朝天宫是台湾真重的妈祖信仰地之一。朝天宫有去做统计，一年来这进香的进香团超过3000团，有几落100万名这个香客来到北港。这北港进香也互文化部订入这国家重要民俗。过年了后，到旧历3月这段期间，是进香团来北港朝天宫的进香剧风期，仪式丰富佮特别，包含供请新尊进殿、甲红莲团拜赶会、会驾等等，保留着传统的仪式。最近北港进香通过文化部审议，会订入做国家重要民俗。也感谢所有委员真的有深入去了解这个北港进香的意义我们才可以顺利的通过。也全台唯一只有朝天宫有2个重要民俗就是北港亚妈祖。朝天宫表示，北港进香具备全国性下关市形式多元等特色，也兼顾着信仰、文主、工艺、观光等社会功能。并远去推算，一年来到北港进香就超过3000团，香客人数也过了8万人。那当时这2个月会使讲非常重要。白沙屯妈祖来到咱朝天宫来进香啦包括咱大甲妈嘛过境咱的这个婚姻观整个不只是咱真济妈祖的这信徒随行会使讲超过几个10万人啦云林县政府表示，原来国家重要民俗包含马冰山5年千岁食饭大、六帮马过路、口湖看水庄。即马北港朝天宫除了本地爷妈祖，佮增加一项北港进香，是全国唯一传承2项重要民俗的保存者，会含庙方继续来推动各项的保存工作，互民俗的无形文化资产继续流传。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市北屯区有一搭公寮挖进州际棒球场，遐下晡4点外时阵发生火灾，因为这火烧甲正尾烧到隔壁火气，目前火势已经控制落来了，也无人受伤。台中市消防队表示，下晡4点22分接到通报，随派10个单位22台水灵车64个人去抢救。这间公寮是2层楼的铁厝，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已经烧起来，加在是无人受伤。除了起火点是这栋公寮也烧到隔壁火气，这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去年10月，这台北市内湖呢，有一个查甫人赛车经过无青红灯的路口，却去撞到过斑马线迎车，造成这2岁囡仔脑震荡，嫌犯就安尼做医生，就安尼离开啊。警方找到人的时阵，伊佫假唔知。这个案件检方依照调书都一定罪嫌起诉，希望法院依照治小权益法，甲这个人判重刑。一台黑色的轿车伫路口倒弯，拢无打动啊，去弄到塞红圆仔的车，弄甲正大力。红圆仔车驶180度，啊，毋过轿车弄掉了后，伫原来所在停几落秒，煞来煞吹油门逃走。现场行路人大拢带一个，红圆仔车顶2岁的幼囡仔嘛，行甲妈妈好。错了就错了，你就承认。但是我觉得他的态度是非常的嚣张的，就是想要用红包的方式包给我孩子。其实我听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很气愤。接到通知了后，廖小姐甲囡仔紧送急诊，诊断有小可脑震荡，就惊对囡仔身心发展有影响。报案提出告诉了后，佫控告肇事驾驶无会唔对的态度，甚至佫想要呼呼的当作无代志。业经本分局积极查处，以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去年10月，这件事故伫台北市内湖，伫无青红灯的路口，警方顺线抓到涉案姓朱家的查甫人，50多岁，伫科技业做处长，讲伊唔知影有弄到，不过以上地检署了后，也是有人提起公诉，检方佫建请加重伊的刑责。其中肇事逃逸部分，被告系故意对儿童犯罪，另请法院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加重其刑。路口无停让行人，今年1月至2月，全台湾取缔15000外件，台北占3800外件，新北原来超过4200件。驾驶无守法，毋但会当罚，造成别人伤亡，原来会面临刑责，抢警抢通行，敢若害人害己。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的总统选举投票，罗西亚的总统普廷伫咧已经开出来的8成选票当中，摕到87%，确定当选，会当来做这第5针。普廷强调讲，罗西亚的民主比西方国家是更较透明。俄国总统大选结束，俄罗斯中选会公布初步结果显示，伫已经清点的8成选票当中，普廷超过87%的得票领先，确定连任，要展开第5任期，代表伊会真正领导俄国30年。不过，乌克兰当局表示，无人机17也是俄国南部的炼油厂来下降俄罗斯经济实力。普廷伫受访时回应无排除建立安全区的可能。Не исключаю, что, имея в виду происходящие сегодня траг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мы вынуждены будем в какой-то момент, тогда, когда посчитаем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ым, созда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санитарную зону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подчиненных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因俄国也伫乌克兰吞并的4地区举行选举，和乌克兰指控违反国际法，选举结果被认定是无效。普廷是表示，俄罗斯的民主比西方真济国家更加透明，佮质疑美国是毋是应被看作是民主国家。讲选举结果会让俄罗斯社会更加巩固佮强大。不过选举期间，未少反对派人士发动集体投票来反对，已经过身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维松、纳瓦纳亚也伫海外投票所投票。这周发生15件刑事案件，放火、拼争相大，加上意料倒一位投票箱。За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до ухода господина Навального из жизни мне некоторые коллеги сказали, и не сотрудник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некоторые там люди сказали, что есть идея обменять господина Навального на некоторых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аходятся в местах лишения свободы в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ах. 俄国中选会讲有10个地区、19个投票站正做攻击目标。当地人权组织表示，投票最后一天，至少16个都市60多人被拘留。公司新闻第5人报道。
中国四川第15发生森林野火，本地有拍花，10下搁在县大风地区规火势倒起来，有5000人要赶紧疏开，连400公里外成都也会当看到森林大火火光。另外，伫南半球的巴西里约也出现高温，因身躯所感受的温度超过62度，是这10年来上严重的。公路边的山坡大火一直烧起来，烧到天顶拢变红色的。消防人员伫拢是黑青的道路赶到现场，抢救已经导火徛家。四川西部甘肃藏族自治区的雅江县15下晡雄雄发生森林的大火，火势一度有受到控制，无想到过工起大风，火势又真紧摊开，形成3个主要火场。当局对四川云南这所在动员将近2000名消防员来救援，要8架直升机对空中野水来拍火。火场地形为山地的地形，平均海拔2600米，植被以青冈林和松树为主，坡度有70-80度，这给灭火带来一定的难度。救援人员赶紧撤离，4棵围啊村庄将近5000名村民加载无人员团出伤亡。淹过这场野火，火势真惊人，连400公里外城都拢看到天顶变做橘黄色的。另外，伫这时阵，云南也传出森林野火，将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不过，有3名基层官员伫拍火过程中不幸殉职。另外，伫烧热环境中，也有巴西里约，17里约西区的瓜拉蒂巴体感温度创下10年来上悬的，来到摄氏62.3度。当地民众实在是热到挡袂牢，大家拢走到海边要去耍水，人有够多。也来海边快别入去，嘛要到游泳池去耍水。Água gelada, ar-condicionado, porque não tem outra condições de ficar nesse sol aqui não, cara. 体感温度是根据温度甲相对湿度算出来数据。瓜拉蒂巴因为挖近海湾，加上温暖的北风吹来，所以讲开始出现高温的情形。当地民众讲，有一寡所在唔拿体感温度真高，连水也无够用。Tá brabo, meu filho, tá brabo. A situação tá braba. Olha a minha situação. E água não tem pra gente poder tomar banho todo dia. Tem dia que falta água até para beber. 巴西科学家指出，极端的气候往往造成性命财产的损失。也来真热天气比大水也是土石流是更加危险。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3月18是日头火学运的纪念日，今仔日有30外个公民团体暗时会举办日头火10周年纪念晚会，招民众回来迄年发生学运的地点，也就是立法院的外口。因是呼吁5自控上任的新政府新国会，就爱立法来防止中国伫咧各方面的渗透。自2014年318日头火学运到今年来已經滿10年。當年3月18，因為反對立法院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些學生甲社運團體衝入去佔領議場抗議，後續對台海經濟、政治嘅局勢和台灣嘅國家認同有真濟影響。經濟民主聯合和30外個公民團體8日暗時要舉辦日頭火10周年紀念晚會，要呼籲新政府新國會唔通重新啟動兩岸服務貿易甲貨品貿易協議。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各种的渗透的手段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精进。好，那光是现有的法治其实是不足以因应的，所以我们各种民主防卫的法治，以及经济安全的法治，包括投资审查、技术输出的管制，好，都应该要更紧密来全盘修正。民团指出，中国这几年唔能武力骚扰台湾，嘛用计消息要影响咱的选举，因要求政府爱立法监督应对中国各方面的威胁。另外，像今年总统大选，还有几个问题都有提出要重新启动服务。民团就惊讲未来若实现开放中国企业甲劳工入来，恐惊造成台湾服务业的劳工大规模失业，使到冲击上大就是少年朋友。咱服务业其实是一个占70%吧，哈。假设重启服务嘛，对少年的，因为去刚场较少嘛，哈，去服务业较济哦，所以对少年的这个就业的冲击哦，其实是更加大的哦。我感觉这部分是咱少年的爱要注意的。编团表示，学运到今已经10年，其实一人拢已经袂记得这场运动的精神甲目的，所以暗时6点半要招民众重新回来到当年学运的地点——立法院群现楼外口，用演讲、影片回顾、甲乐团演出等等，要看这10年来台湾的改变和对现状的检讨，嘛要展现台湾公民团结抵抗中国威胁的决心。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10年前发生日头火核运，总共有24天的时间。核运期间，为着要表达无同款的诉求，有做真侪标记，这物件也变作是大量的史料。迄当时，中建院研究员和大学教授、学生等等发起收藏计划，总共保留7000多件实体文物和800点钟的数位影印档案。这资料伫咧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网站也会当看到。2014年318日头火运动自大镇学生公民团体占领立法院了后，中间3月23，行政院下令镇压占领行政院的民众，造成200多人受伤，甚至带动3月30、50万人上街路游行声援运动。这场运动前后维持24天，为着要表达各种理念，有做真侪标语、布条等等，这物件也拢正做博物馆的收藏。以这个物件来讲的话，它上面有331张便利贴。它大概有出现了130几个台湾的字样，它大概有50几个民族的字眼在上面，可以有不同的一个世代对国家认同的一个想象。318运动迄当时，立法院四界拢通看到重返创造力的标记。中建院书记所研究员黄明宗伫抗争的现场，就开始收集这的史料进行数位化典藏，尾手嘛有大学师生参与收集的行动。2014年的时候，中研院史语所黄明崇老师他们那边在现场进行采集及征集之后，然后进行数位化。在2016年的时候，由台史博跟中研院这边谈了一个合作，这些文物全部移转给台史博来进行收藏跟保存。实体文物亲像文宣布条，也是装置艺术等等，计共7000多件。另外，还有收集800点钟长的影印档案，伫2016年时拢交予台湾历史博物馆保存。这也是国内头一届有博物馆大量收藏当代社会运动的史料。这些所谓的文物或是物件，其实是最好去讲述历史的存在的那个意义跟价值的证据嘛。318运动到达10年过去啊，这史料伫台史博的网页也看得到，嘛因为有保留这历史文物，大众才会当讲家己的故事，强化对公民运动的记忆，嘛通正做研究、教育和展览的基础。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顶礼拜不收集孙权的争议继续伫咧冤，韩国瑜惊中道调集3党调解协商也是无共识。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表示，一切按照技术规则。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希望会当校正回归，也若拜谢内政委员会会排审国会改革法案。不过，立也是希望先开公听会，说和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即期是伫咧拖时间，批评国会改革跳票已经跳8年啊，民进党爱甲民众会实的。立法院顶礼拜不收质询权争议，因为真侪个排好质询立委署名3届无够。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院会休困，引起民进党立委抗议，批评质询权扣人没收。不过，那也批评民进党立委陈定辉改书面质询是罪魁祸首，这造成后壁议庭大乱。不过，陈定辉话冤枉，终于还我一个公道哈！这几天的纷纷扰扰，那我相信今天在整个画面会说话。立法院长韩国瑜18调集3党团协商，陈定辉会长要求调监视器画面证明在场。总调郭建明搁再声明，希望会当校正回归。不过，那样总调鲍坤基坚持应该照技术规则，补救方案调也也是无结论，没收质询权争议无解决。既然今天要质询，代表人民，我们为什么要改成书面，亦或者是缩短质询的时间？国民党一切依照议事规则走。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是立法院拜四一定拜审由那边提出的8项国会改革法案，包括国民党团主张增订轻视国会罪、强化人事同意权、国会听证调查权等，还有民众党团修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委员候选院长、副院长的办法，也有废止立法院卸任院长、副院长礼遇办法。不过，民进党团建议先召开公听会，等定影版本公布了后才排审，安尼无排除要用复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柯建铭就是在拖延嘛。国会改革，民主进步党整整跳票了8年，该做的事情是向全民道歉，而不是透过各式各样议事的手段，想方设法继续拖延、继续背革。礼拜四国会改革的法案，除了民众党和杨琼英的法案以外，包括国民党党团所有的案子，都还没到会议期，也不能审啊。国民党也很尴尬。所以这个是要大家共同的问题嘛，
呼吁是最后手段。郭建明讲，复议是最后手段。市议会调委林书明嘛证实，2月要先改做专案报告，考虑议程的安排，先开公听会，排专案报告也是代替讨论了后，无进入逐条审查等等，条约拢会当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也有嘉义县政府和台积电今仔日伫咧嘉义宣布，要伫咧嘉义科学园区起2座先进封装厂，大概有20公顷遐大。按算今年动工117年量产，大概有3000名到4000名的工程师会进驻。台积电证实要伫嘉义科学园区起先进封装厂，虽然工厂都还未动工，已经开始有厂房资金进场，提高当地刺激。对于台积电设厂，大部分当地民众拢是乐观开放的态度。可以让那个青年可以回家来这边，在家工作机会比较大。地方蛮浓啊，就业啊。从主要就是有就业机会嘛行政院副院长林文灿、经济部长王美花、嘉义县政府甲台积电举行3方会商了后，对外公布，要伫嘉义科学园区起2座 CoWAS 先进封装厂，差不多20公顷宽。第一座 CoWAS 厂会伫今年动工，117年量产，预估会有3至4千个工程师入来。嘉科需要基础建设，也需要跟生活圈结合，包括水电、连外道路。那包括污水处理跟再生水厂，我们会全力做嘉义的后盾。台积电对外表示，因应市场对于半导体先进封装厂产能真大需求，计划伫嘉义起先进封装厂。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是讲，台积电原来考虑要伫日本设先进封装厂，甚至加台湾限定的CoWAS先进封装技术引入日本，渴望提升日本半导体产业。如果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在日本会持续扩厂，那么当然有可能先进封装需要也在日本，因为日币这几年都在贬值，所以目前日本是有在成本上是可以接受，所以确实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专家认为，那座台积电伫日本起先进封装厂，可能会有技术外流的风险。海外布局主要是为了分散地缘政治风险。日本起先进封装厂应该是考虑就近回应客户的需求，但是是毋是会照做？台积电并无正面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人去投资 ETF， 外界也伫咧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市场。金管会主任黄天木表示，目前台股 ETF 加上基金，大概才占3%尔，无济到会影响到股票市场。不过考虑到咧市场长期的发展，金管会已经开始伫咧研究，要设一套管理机制。原台湾价值高息 ETF 0090，因为每一张干那一万，加上主打每个月配利息，伫顶礼拜引起全民抢买条，甚至出现改定存借信贷也要买的现象，引起外界烦恼，是毋是市场上过热？在去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院表示，全民的小 ETF 主要有3个原因。民众他希望有一个相对他风险能够管理，然后有看得到一个比较稳健收益的商品，大家对台股的发展是有信心的。加上，国人比较喜欢这种配息制的商品。黄天木表示，目前国内48支台股 ETF 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整体台股市值 2.38%， 市场成交量差不多占1%。加上台股基金占整体台股市值只3%左右。为整体角度来看，现阶段 ETF 资金未过度影响台股的市场。金管会目前针对投信伫 ETF 的募资无限制上限，不过为经检甲所收到的检举，拢发现投信公司甲银行有透过商业合作地入性行销，影响投资人的决策。评会已经对网红的广告不实要罚5万到2500万，你们要不要去取缔一些讲这些话讲得夸大的网红？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跟工会再去做一个沟通。6月底之前，我们会把这个规范弄好。黄天木表示，为实际报表来看 ，ETF 成分股真分散，目前也搁用被管理的范围之内。不过，即马台股 ETF 的规模大大扩大，为寻求市场长远健全的发展，已经请周边的单位研究建立整体市场的管理机制。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使用赖配，民众要注意咯。最近有一种新的诈骗，叫做是赖配服务员，讲你的这个用户口座有问题，点连接就会当线顶协助你解决问题，请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个简讯看落哪像真的？签名赖配人客服务中心通知用户讲，口座有侦测到登入有各样的情形，还佫有附联络的电话。实际查了后，确实是业者人客服务中心的号码。不过问题就出伫即挂网址。对，网址进去之后，它通常都会有栏位，那要求你输入个人资料，比如说姓名啊、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或信用卡卡号等。那当你一旦输入之后，那你的账户可能就会被拿来做盗刷使用。简讯内容真真假假，要啥用户点这个连接，只要入去到网站，填个人的资料，就真有可能去互骗大耳。即个连赖配就成做诈骗新的手路，赖配用户都要注意。加在目前警方也无接到报案的通报。朋友介绍我去投资这家公司。为什么要投资这个？对，朋友是很熟的朋友吗？很熟的啦。这个负责人解除定期的保单，按算甲60万转投资牛羊股，不过汇款进前去互银行的行员挡落来，通知警察到现场，互这个负责人是真无欢喜。警方嘛发现讲，最近有不少民众挑工假作真相去歹车手，这种甲柜台人员刁难的行为，拢是受诈骗集团的指示，公安呢会当互行员加速放行。有其他成员纷纷跳出来表示，可以利用发火激怒方式来使行员退缩，不敢再多抓询问。那像这样子的群组呢，其实里面很多都是诈骗集团安排的暗桩，有可能成员里面只有你一个人是真人。今年到2月底为止，相关单位阻挡民众防诈骗的金额超过2600万。不过，国内诈骗的方法一直在变化，手路嘛百款，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强化判断能力，唔通互诈骗的话术互骗甲圆细。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昆山附近的海花是军方演习地点之一。不过，昨昏台南社大的志工和上百位大学生去刷埔捡粪扫，而且监测海洋废弃物。所以经讲，这刷埔顶头有真侪国军留落来沙包，已经规个废弃变做是塑胶幼粒啊咯。国军表示讲，因过烟熏了后，拢会捡粪扫，这个可能是去互沙砍掉的无看到，已经派人去清，以后也会加较注意。志工捡塑胶干仔这废弃物，台南社大海洋废弃物志工17下晡加100外学生去市昆山海沙埔捡粪扫，佮监测海洋废弃物，发现沙埔草包内底有真侪沙包，顶悬有草灰啊色。这些绿色 PC 在上面呢，其实是有迷彩的，所以从这个上面，其实我们知道这是阿兵哥演习留下来的。调水工表示，去年国军捌伫遮烟熏，可能是迄个时阵留落来，因为沙包已经沤起啊，脆做塑胶粒啊，真紧对风四散，恐惊影响当地环境。很像我们说的所谓头皮屑，风一吹就到处飘了。从不管小生物、浮游生物到像我们台南海边，现在整个都是无利养，它是滤食性生物，但他们都一定会吃到这些塑胶微粒。人在吃这些生物，当然这些塑胶微粒最后就会来到人的身体里面。面对军团的质疑，军方是回应烟熏了后，拢会处理清气，复原场地。这个可能是互沙看起无注意，18早起已经派人去清理。训后都会实施场域复原以及净滩，并请当地乡镇区公所复试检查，研判是因被沙滩掩埋，没有注意到。后续我们会更落实复原整理的工作。国军演习是为了保卫国家，不过看所留来沙包变作海洋废弃物，军团提醒军方注意演习了后场地复原，若无敌人都还未来，基面都先互塑胶粒仔围攻。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解决这茶山饮水问题，高雄市政府分2期做车山下水池。今年的下水池头一届出现大鸟，不过民众所发现讲，这鸟仔常受伤，甚至有流浪狗仔会去水池仔内面掠鸟，甚至有民众会去掠这鸟仔。民间团体是希望政府就要加强巡逻甲宣导来维护生态。画面上有一位士大用手将暗公鸟掠掉，唔知要创啥。这是巡山队志工无意中去翕到画面，徛去看，才发现这只暗公鸟已经受伤，才会互人掠到。高雄茶山地方地伫去年完工了后，水池内面形成南马地，今年头一摆出现大鸟。不过巡山队员发现，这常常会有规群的野狗，也看过野狗会落去水池内面吓惊鸟啊，怀疑野狗会攻击鸟啊。被咬的。都有红色的，甚至它的那个
下颚已经脱，没办法咬合。夜路也是被抓，是先受伤才被抓的。狗是比较多啦，这人因为这个山上嘛，有些人都是随便就放养啊，不养了就丢。茶山地方地今年难得出现鸟仔生态，有鱼狗、海茄啊等等，甚至有百外只只多。民间团体是烦恼这个所在野狗的问题会危害鸟仔生态。也若根据高雄市动保处的统计，去年茶山野狗通报件数有157件，实际上有抓到54只。水利局强调会想办法解决。第一，咱会来通知咱农业局的动保处，互来加强处理这野狗的问题。第二，咱嘛会伫咱的地方地的周边，设一寡告示牌。目前茶山地方地管理单位是水利局，水利局表示会伫地方地遮设告示牌，也会请农业局、动保处加强巡逻，了解流浪动物对鸟仔甲生态影响。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有200年历史的台南公园内面有真侪老树仔，不过民众为着方便，所以把这奥多摆徛入来，致使公园的土坝互人破坏，那流失阁变甲电酷酷。市政府表示讲会加强来处理，也会招相关单位来现场会勘，解决这土坝变电的问题。公园内有人咧行路，嘛有人咧跳舞做运动。有200栋历史的台南公园，面积有15公顷大，市府伫遮种真侪树仔，佮营造四季拢有花塘欣赏的所在。不管是总是请真侪人来，普里个公园内明明有设禁止赛车、骑车入来标示，也是真侪人为了方便，无咧信道照常骑入来。有环境保护团体就惊安尼生，恐惊老树的生长有危机。这种是种桥都要避避的情况。有啊，足多哦。啊，该互恁造成困扰。阮无差啊，阮就去外口，阮也无啥物差啦。公园徛着爱发，就伊若甲你翕爱发啦。我即马若赶伊就徛，也袂当入来，即马徛个高伫迄边嘛是搁爱徛入来。欠走呢，我嘛袂当啊。你嘛足无奈就对啊。系啊，对啊。公园内大大小小树仔超过200丛，根据台南市农业局统计，内馆内76丛树仔有9丛已经超过100栋历史。虽然目前树仔顶的叶仔看起来真水，不过其实敢若靠有根的支持。但社大老师讲，树仔若要栽，这和树仔原主的大条根有关系。这阵公园土壤定互人咧吞打，地势土流失去，搁兼硬化。作偏险嘛，迄落了规矩的迄个深度拢无，小我补个土，互伊有再生，伊会搁再生团的开力通去出来。公务局会要求农业局以及专家学者来共同会勘，来提出优化栖息地的对策，来解决这个土壤硬化的问题。针对奥多摆徛入来破坏车地，市府回应未来加强宣导，卖无定期稽查处理。若果有人违规，会罚1200块的罚款。市府希望大家拢通遵守，疼痛这片土地。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彰化县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永派，伫这个月12过往，食到92岁。陈永派10外岁就出师，开始做庙宇彩绘，保留着背部拍土地一款传统工法。画图的这个风格是真多变，而且真有路。伫咧家族内面的袂少后代呢，是对着伊来学习这传统彩绘，伊也真用心地看教有兴趣的师爷，培养真侪子弟，互传统建筑彩绘这门功夫世代相传。一盆一盆的花篮，拢是咧少年这个月12过往的传统建筑彩绘艺术陈永派。陈永派细汉缀爸爸陈万福学功夫，10外岁就出师，坚持用古早的桐油加色粉来彩绘，保留传统的皮麻补涂，拢是即阵愈来愈罕咧看的传统工法。皮麻补涂啦，即款的就是拢大部分拢用伫木材较济啦，木结构。因为较早的庙拢都是一些木结构比较多，木头有时候也会损坏啊。损坏你若讲像破空啦，壁开啦，你就是用这来做补涂，甲补皮。陈永派艺术有派师的称呼，后生孙仔拢是传统彩绘师，是中部地区规模上大的彩绘家族。陈永派70多年的彩绘人生，替台湾的庙宇建筑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过去嘛，捌互人邀请去大学教课，互传统彩绘会当代传。这个是台湾一直所保存下来的东西啦，所以我们就请他来教。那慢慢老师因为年纪也大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传承
程的部分就给了敦仁老师跟文俊老师一直进来。目前大概台湾家族企业还在做的只有这一个派别了。正式甲阮老爸学是我高中毕业，第一个案场啊，就是咱鹿港天后宫，南投咱联书院啦，我们和美道东书院啦，彰化园景馆啦。陈敦仁表示，伊前后带爸爸陈英派完成100多间的庙宇彩绘，尤其岛头甲岛林的设计是英派的招牌特色。伊表示，爸爸常常讲，工课若要好，爱用心落去做。伊嘛一直甲即句话藏伫心肝内，会延续英派的精神，继续画落去，互传统建筑彩绘这门功夫世代相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你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4度到16度，嘉义到云林对15度到20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21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